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個人 MBA。如果你一路由第一課、第二課聽到而家，你會發現我哋其實做緊一件好實際嘅事情，幫你補翻呢學校冇教，但係現實日日追住你要用嘅商業底層能力。第一課從零到一，我哋係講價值同埋創新。第二課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，我哋係講錢究竟點樣有系統咁樣流動。今日嚟到第三課，我可以好直接咁同你講一句，呢一本 Accounting Made Simple 係最多香港老闆後悔太遲睇嘅一本書，因為呢本書唔係講夢想，唔係講心態，唔係講勵志，佢只係解答一條好實際嘅問題，就係點解一盤生意表面上面好忙，但係其實已經慢慢死緊，而你係完全唔知道。你可能都想象到咧，香港一個常見嘅畫面㗎，就係呢一個老細會同你講，放心啦，我盤數咧好健康㗎，日日都有生意做，好忙㗎。點不知過多半年之後，突然間裁員，然後執笠，甚至有啲周轉唔到咧，仲要借錢添。你會問點解嘅？明明生意好好㗎，唔係咩？答案好簡單，佢睇緊嘅唔係會計，佢只係睇緊佢嘅感覺。而 Accounting Made Simple 呢本書就係幫你咧由靠感覺去經營，變成用數字去保命。所以會計唔係淨係用嚟報稅，係用嚟救命㗎。今日 Mike Piper 呢本 Accounting Made Simple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會計真正嘅用途唔係幫你記錄過去，而係預警未來。我想同你拆解第一個最大嘅迷思。好多人一聽到會計就會覺得好麻煩悶，要交俾會計師處理就得啦。但係事實上，會計真正嘅角色唔係計數，而係一個預警系統，就好似飛機駕駛艙嘅儀表板，你唔係等引擎咧就快爆咧先睇㗎，而係可以一早知道究竟邊度有問題。好多中小企嘅老闆咧，每個月淨係睇銀行嘅結餘，覺得仲有錢就等於安全，但係銀行結餘只係過去，而會計數字係講緊未來。所以會計入面有一個最基本嘅底層邏輯，就係 profit 即係利潤同 cash flow 即係現金流嘅概念。你冇諗過你可以賺緊錢，但係同時冇現金㗎。所以 profit 其實係紙上嘅結果，而 cash flow 就係生存嘅能力啦。唔識睇數字嘅老闆，只不過係運氣好，仲經營緊咋。所以你記住啦，會計係生存嘅預警系統，一睇數字咧就知道究竟你而家安唔安全。今日咧我哋會睇3張嘅報表㗎，其實3張嘅報表係講緊3個生死嘅問題。呢一節我會好刻意講得比較慢啲，講得白啲同埋生活化，因為如果你連中學程度都聽唔明，其實唔係你蠢啊，係之前啲人講得太專業咋。我想你首先記住一樣嘢，會計唔係數字遊戲，係3條好現實嘅生死問題。第一，損益表 （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）。損益表係問緊我做緊啲乜嘢呢？值唔值得繼續做呢？最簡單嘅定義就係損益表係好似你每個月努力有冇回報嘅成績單。公式好簡單嘅啫，你嘅收入減去成本同開支就等於咧係賺定係蝕㗎啦。不過重點咧唔係計數，而係判斷。俾個例子你啊，如果你喺香港開一間小嘅咖啡店，每一杯咖啡賣40蚊，成本就好似咖啡豆啊、奶啊、杯啊等等15蚊，人工、租金、電費平均每杯咧就係20蚊。表面上咧你有生意，但係實際上每一杯只係賺5蚊。假如你一日賣100杯，你真係好忙啊。不過一日只係賺500蚊喎。問題嚟啦，你值唔值得用你嘅人生去換500蚊一日呢？所以 revenue 其實唔代表利潤㗎，生意係要睇 margin 㗎。好多時我哋誤會有兩樣嘢，第一，收入高唔代表賺錢，第二，忙唔代表成功。咁有乜嘢預備嘅方法呢？俾3個提示你。第一，將固定嘅成本同埋每日多做一張單就會增加成本，呢兩個概念分開睇。第二，問自己，如果我唔加倍努力嘅話，究竟我會唔會賺錢呢？第三，每個月最少睇一次呢個損益表，唔係到年尾先驚㗎。所以一句話總結，損益表係用嚟幫你判斷你係咪經營緊生意，定係你只係用生意包裝成為一份高風險嘅自僱工作。第二個表 Cash Flow Statement， 呢個表問緊我幾時會冇錢。最簡單嘅定義就係現金流表咧，唔理你賺唔賺錢，只係理一樣嘢，就係啲錢幾時入幾時出。中學生都會明嘅一個例子，你每個月頭就會有1000蚊嘅零用錢，但係第一日你就愛嚟買晒書啊、鞋啊、其他嘢。咁就算啦，明明下一個月你應該有錢㗎，不過中途咧你都會餓死啦。好多創業嘅場景咧就好似
老細咧真係接咗好多單喎，人手越請越多，租金系統廣告一定要俾先，但你個客咧60日數期之後先過數，咁你要面對人工、租金、廣告費即刻俾，所以生意即使越嚟越好，你就越快冇錢。點解最多公司死喺呢個位？因為老闆只係睇有冇單，而唔係睇究竟幾時收錢。所以好嘅生意未必代表有好嘅現金流，好嘅現金流先至可以有資格講成長。改善嘅方法有3個：第一，計清楚每個月究竟最低生存現金要幾多；第二，爭取訂金同埋縮短收數期；第三，永遠假設下個月會差過今個月，咁你就可以知道究竟點樣預備啦。一句話總結，現金流量表係用嚟答究竟你可唔可以活到下一個月。第3個表就係資產負債表，即係 balance 啦。呢個表係話俾我哋知，究竟我頂唔頂到一次嘅意外。最簡單嘅定義，資產負債表就係你嘅抗壓測試能力。資產就係你有嘅嘢啦，譬如你有嘅現金、設備、存貨；負債就係你爭人嘅嘢，無論貸款、卡數、租金、人工。淨值咧就係資產減負債啦。咁最簡單咧就係兩個人嘅收入一樣 ，A 咧佢有6個月嘅儲備 ，B 咧佢每個月都爆晒啲卡，所以當有突發嘅事情，無論係病啊或者係失業 ，A 仲可以撐到，但係 B 咧就即刻玩完。咁香港疫情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。點解有啲店鋪可以撐到1年，但有啲店鋪3個月就執？唔係因為唔努力啊，係因為邊個資產多同埋負債表就贏啦。要改善呢個情況，你一定要知道3樣嘢。第一，清楚自己最差情況可以頂幾耐；第二，減少高息嘅負債啦；第三，梗係儲多啲現金啦，唔係懦弱啊，係專業嚟㗎。一句話講晒，資產負債表係用嚟答世界打你一拳，究竟你會唔會即刻冧低？咁點解香港老細特別容易睇錯數字呢？因為有3個文化嘅盲點。第一，怕數字；第二，信經驗；第三，嫌麻煩。好多老細都話我做咗10幾年啦，一睇就知得唔得。對唔住啊，現實係市場變得太快啦，直覺其實跟唔上。所以世界越快，你就越要靠系統，而唔係靠感覺。所以到最尾，會計係一個決策嘅工具，唔係淨係記錄。舉一個香港嘅例子，你有2個客戶，一個毛利咧好高嘅，但係好遲先俾錢；第二個毛利比較低，但係咧會即刻俾錢。如果你淨係睇營業額，你一定揀錯。所以忠告，如果你係一個自由嘅工作者，或者係準備創業，你記住唔好淨係睇邊個嘅單頭大，記住要睇邊個係細水長流，幫你頂得到下個月嗰一個。所以好嘅會計係幫你揀未來，而唔係解釋過去㗎。真正有用嘅咧，唔係逐張表睇，係一齊睇㗎。提一提你，記住損益表係睇方向，現金流係睇節奏，資產負債表係睇底氣，究竟可以撐幾耐。總結係賺錢冇現金會死，有現金冇利潤係會慢慢死。會計咧唔係淨係老闆先用㗎。對個人嚟講，你嘅收入、負債、淨值其實都係一張人生嘅資產負債表。好多香港打工仔現實係佢要面對轉工啦、創業、讀書啊。其實之前咧唔係淨係一個勇字咧就得，而係究竟睇你有幾多 buffer。收益表就係你而家現金流有幾多啦。負債無論你係卡數、供樓，你就要考慮究竟你可以仲頂得幾耐。當淨值係你可以接受嘅，你就有個更高嘅安全感啦。所以資產負債表係我嚟睇清楚，人生先至有自由㗎。好快速咁幫你 recap 今日我哋講乜，一共有5點。第一，預計係預警嘅系統；第二，利潤唔等於現金；第三，現金流決定生死；第四，負債表係決定你頂唔頂得順；第五，數字係決策嘅工具。如果你淨係記得一句，我想你記住，生意唔係突然死㗎，係你睇唔睇到佢慢慢流血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我諗你都要停一停啦，唔好即刻咧聽下一條片，因為會計最危險嘅地方唔係你唔識啊，係你以為自己冇事。所以我幫你整咗一個好簡單嘅工具，叫做人生或者生意嘅生存溫度計 （accounting） 嘅版本。佢唔係考你咧識唔識計會計㗎，佢係幫你咧面對3條好真實嘅問題。你做緊嘅嘢值唔值得？你可唔可以活到下個月？如果出咗事，你頂唔頂得順？你只要用5分鐘幫自己誠實咁打次分，你就會知道究竟你而家安唔安全，定係其實已經慢慢流緊血。連結我會放喺下邊。如果你填完之後有啲位你覺得揞住嘅，放心，喺個位你就可以成為真正學習嘅地方。下一課我哋會進入 The Personal MBA。
我會幫你將今日呢度零散嘅感覺整合完成，成為一個你可以用嘅商業系統。記住 follow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一課見啦。